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同學，早晨！我係4E班嘅郭成峰。我係4E班嘅蔡達希。今日我哋將共同探討人工智能時代嘅網絡安全守則。人工智能簡稱 AI， 係通過數據學習模仿人類智慧嘅技術。例如手機導航規劃最佳路線，社交平台過濾不良信息，教育軟件輔助學習解題。請問有冇同學使用過 AI 工具完成作業或查詢資料嗎？相信同學都會喺生活上慢慢接觸到 AI。雖然可以提升效率，但如果缺乏正確使用觀念，可能導致個人信息洩漏或誤信虛假內容。第一原則，唔向 AI 透露隱私信息，無論係家庭地址、父母聯繫方式或學校名稱，均屬敏感資料，應避免輸入任何未經證實嘅 AI 平台。曾有黑客為做 AI 客服，誘騙用戶提供銀行帳號。切記，正規嘅 AI 工具係唔會主動索取個人私隱㗎。第二原則，辨識 AI 生成嘅虛假內容。部分 AI 可偽造聲、影像、聲音甚至新聞。若發現資訊來源不明或內容矛盾，應即刻向師長求證。例如收到免費領取遊戲道具嘅彈窗，要謹記唔點擊、不轉發、先報告3步驟。第三原則，強化帳戶安全防護。密碼該混合大小寫字母、數字及符號，如後邊嘅號碼，並定期更新。建議開啟雙重認證功能。根據統計，有70% 嘅帳戶盜竊源於密碼過於簡單。保護密碼即係保護數位身份嘅第一道防線。人工智能嘅發展不可逆轉，我們需以主動學習取代被動接受。建議同學定期同家人檢查設備安全設定，如果發現異常情況嘅時候，要即刻啟動截圖存證、關閉頁面、報告師長嘅流程。真正嘅科技進步應建基於人類嘅理性同道德。願我哋以知識為盾，以警惕為劍，喺 AI 時代做個安全同智慧嘅好主人。今日國旗下講話分享完畢，多謝。